大家好，我係四川仔 Allen 啊。今次 Allen 咧俾大家介紹一個珠海市中心嘅項目，而且15分鐘咧係去到珠海嘅港珠口岸，就係我所講呢一個南灣首府。佢呢個盤咧係成個珠海唯一一個帶有客廳式嘅中式嘅園林會所。佢有棋牌室啦、泳池啦，仲有書房啦，仲有健身房啦等等咧，你喺屋企問好咧就可以享受到噶啦。而且佢呢個項目咧隔籬咧都係成個珠海唯一一個滑雪場嚟嘅，同埋咧佢呢個項目咧係位於珠海嘅畫商都隔籬，就係呢度過去咧都係唔使1公里嘅。問好咧就係巴士站，呢個巴士站咧就可以直達到珠海拱北口岸或者係港珠口岸，都係15分鐘嘅距離。同埋咧佢呢個盤咧質素咧都係成個珠海市中心嚟講性價比最高，均價咧就25000到3萬之間。具體要睇翻邊一種會員。今次 Allen 俾大家介紹咧係14棟嘅單位，14棟咧係可以望到我哋那個後面嘅爛盆水壺啦，要麼咧就係可以望到我哋市區嘅園景單位。79平方咧係可以做到3房噶，而且佢呢個盤咧係一個新型化嘅廚房啦，作為一個可以開放式又可以封閉式。大家有冇見過呢一種廚房啊？今次咧 Allen 帶大家見識一下。OK， 而家嚟到我哋示範單位啦。首先今次咧第一次單位就係14棟嘅樓王單位啦。14棟咧佢最一個勁爆會員就係76方嘅3房，佢係做到一個2廳呢個設計，而且佢呢一隻會員咧佢係有2個會員嘅，一個望遠景，另外一個係望到一個爛盆水壺嘅景色係特別之亮嘅。呢個會員咧一路係咧佢而家新現嘅廚房咧就同傳統嘅唔一樣，傳統咧要麼係封閉式一個堂門，跟住呢邊就係一個幼稚園啦，要麼係 L 型，但係呢個咧可以做開放式，好似而家啦，做翻一個吧台啊，照顧下朋友啊，開 party 都冇問題。要麼咧封埋呢兩邊個窗咧，佢就係一個封閉式嘅廚房噶啦，所以佢呢個廚房可以做翻2用。廚房咧正常嘅3件頭全部都係有正常嘅廚具啊呢啲都係有嘅，方太嘅品牌嘅。跟住佢呢邊咧就係餐下一體嘅呢個闊度咧係去到3.2米嘅開間嚟嘅。餐廳咧係坐埋4個或者6個人啦，呢度都冇問題嘅。跟住佢呢一個客廳嘅採光又比較好嘅，空間都係比較高，而且採用一個中央嘅冷氣嚟嘅。呢個咧到時交付咧就係有個堂門嘅，就係露台呢度，跟住呢邊先係一個露台，但係咧示範單位咧就係封咗呢一個露台啦，呢邊窗就拆咗，大家到時可以參考示範單位咁樣裝修。呢個景色咧實體樓咧望出去就係望水庫嘅景色係比較靚嘅。轉到嚟咧，我哋鎮區啦，佢做到一個間沙分離嘅衛生間啦，飄台位咧佢都係屬於正數面積嘅，唔寄存產權。沖涼房咧都空間都 OK 嘅喺呢度轉下身啦都冇問題嘅。馬桶等等收納櫃全部都係屬於交付標準。我哋轉過嚟咧，第一個房間咧就係屬於一個多功能房噶啦。呢個房間咧係可以做翻兒童房啦，或者做翻一個客房都冇問題嘅，空間咧都冇問題，可以擺1.2米嘅到1.5米嘅床咧，其實都係冇問題嘅。採光方面咧又係 OK。第二間房咧就係客房，呢間房咧就睇起身比較市正嘅都係方正嘅，空間都係 OK， 1.5米床都冇問題嘅呢啲會員咧都係睇起身咧比較實用嘅，而且呢個主人房咧就係比較大氣噶啦，所以呢一隻會員咧就係比較照顧翻我哋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咧大家睇到門一度位咧，其實呢度係有做翻一個 L 型嘅衣櫃，而且呢一個衣櫃咧係一個入牆式就係唔佔用呢出面呢個空間在呢度L 型可以擺多啲嘢喺呢度都冇問題。飄台位咧，所有房間咧佢都係屬於全正常嘅。呢個會員咧均價咧就係15,000蚊左右咧就可以上車噶啦。OK， 而家就睇翻我哋85方嘅3房2廳2衛啦。佢比頭先嘅79方咧就係多咗我一個衛生間嘅位置，但係咧佢呢個會員咧就相對嚟講咧係一個
79方嘅放大版，因為咧同樣咧都係做翻一個優質嘅廚房，同樣咧都係可以做翻一個封閉式嘅啊。呢啲玻璃頭面係可以抽甩嘅，都冇問題啊。呢啲都係有窗嘅，望出去廚房嘅採光啦都係冇問題，都係差人一睇。所以呢隻戶型咧就大家可以睇下，同頭先嗰個差唔多，但呢個廳咧就去到3.4米嘅，比頭先嗰個廳咧要闊少少，住起身咧就係舒服啲。如果大家買嚟自己住咧，如果係性價比高咧，梗係79方啦。如果咧如果你想住翻舒服少少、大少少，就可以揀翻呢個85方呢隻戶型啊。露台位咧佢都係 OK， 正常一半嘅面積啊。但是呢啲櫃係冇嘅，需要後期需要自己做嘅。跟住轉過嚟咧，佢呢邊有3間房啊。呢間房咧都係比較市正啦，擺尾5個房5個床喺呢度都冇問題。採光方面咧又係比較開揚嘅。跟住佢呢一個衛生間咧就係屬於一個公用嘅衛生間啊。呢個同埋咧佢呢個洗手盆咧就做翻出面嘅，裏面就係一個馬桶同埋沖涼嘅設計。呢一個咧空間咧就都其實 OK 嘅，就比如話係有人啦屋企有朋友喺呢度沖緊涼啊，或者上緊廁所啊，你一樣咧係可以喺呢度洗下手啊、化妝啊都係冇問題。但是膠布都係有啲收納櫃啊等等呢啲嘢全部都係有嘅。呢間房咧就係屬於一間兒童房嘅兒童房咧望出去嘅景色都冇問題，而且佢呢一個房間咧睇起身咧比較細啲，確實比較細。安學咧晚上就利用翻呢個飄台位啦，可以定做一個床。安學同飄台房一樣高，可以利用呢個飄台嘅位置。但係小朋友瞓呢度咧係冇問題嘅。如果我哋成年人咧，如果瞓呢間房咧，我覺得係比較細少少。呢個係確實係呢邊咧係可以做翻一個書台嘅位置，可以呢度學習下都係 OK 嘅。跟住可以睇下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咧都係傳統嘅主人房，比較呢個 size 咧係比較市正嘅啊。沖涼房咧都係做到一個優質一個半圓嘅，因為佢呢一個空間就唔佔到呢個空間嘅，沖涼都 OK， 大家試下空間都冇問題嘅。3件頭同樣都係有嘅，因為呢一個畢竟咧係85平方，所以空間咧係有限嘅。擺1.5米或者1.8米嘅大床咧喺呢度咧都 OK。跟住佢飄台咧都可以，有時擺翻啲榻榻米喺呢度坐下或者係飲下茶都係 OK 嘅。呢邊就係擺埋一個衣櫃位㗎。呢隻戶型咧就係85平方，頭先咧就係76平方。呢兩隻戶型咧，其實如果係俾我嚟講咧，我可能揀76方，因為點解咧？76方佢係都係做到3房。如果係攞嚟性價比高咧投資，我覺得呢個戶型係 OK。如果係想住翻舒服啲咧，就係85平方嘅住家戶型。同埋咧，佢呢個盤咧係有自帶一個園林同埋會所，就話有泳池健身房乒乓台等等咧，呢啲全部都係有嘅。同埋咧，最重要一點，呢個係翻到港珠澳大橋咧，真係15分鐘嘅距離。所以話你話近咧，又唔係話特別近，但係你話遠咧，都係比較近嘅，10幾分鐘距離。如果你係香港，你要可以邊度去邊度咧？我覺得咧呢度咧係可以，同埋佢個裝修嘅質素咧都係比較高嘅。好啦，跟住影片差唔多介紹呢度噶啦。大家如果想了解其他更加多嘅樓盤資訊咧，歡迎聯絡上翻 Alan 嘅 WhatsApp 或者係訂閱我哋呢個四川人喺大灣區嘅頻道。後期咧有最新影片啦，大家都唔好錯過啦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